千祈唔好睇小呢三種布施，尤其是最後嗰種，佢可以咧幫你改變姻緣同埋招貴人。第一種就係捐血，用自己嘅身體嘅部分去救助危急嘅生命，減輕別人嘅痛苦。呢一個係屬於內財布施，捨身救人嘅行為係可以積到健康長壽、減輕病苦嘅功德。第二就係捐棺，幫助逝者尋找到一個棲身嘅地方，令到佢可以有尊嚴咁離開，圓滿佢人生最後嘅旅程。第三種就係捐香，古語都有講，心香一炷，萬年功德。燒香咧係能夠與神明溝通，得到庇佑。我哋未必能夠長時間去廟宇，但係我哋可以透過捐香，由別人幫助我哋共修。呢一種係屬於法布施，呢個係可以咧增長智慧、改善姻緣、招更多嘅貴人。若果你教導同勸喻別人做布施，呢一種係法布施最高嘅形式。所以我邀請你將短片分享出去，功德共享，福報循環。